家拢要求平安吼，咱若发现讲足侪人安尼感觉家己无平安，厝内人无平安吼，我就去引足侪这偶像入来拜，有诶加拜一个偶像吼，愈无平安，搁拜一个搁较无平安，因愈侪入来，且愈无平安，甚至厝内些有人离世间吼，所以是安尼甲想起来吼，有诶人就是毋知影讲伊所带入来这是好是歹，吼。人当然嘛有一种人故意隐晦入体呢，伊主要就是讲伊要得到名声、地位、利益啊，伊就要做讲这个鬼仔会帮助伊啊，但是嘛无一定会帮助伊啊，这个鬼仔说害死伊嘛无一定。所以人咧讲他们饲小鬼，这是毋是这种？饲小鬼吼，那我所了解吼，有诶就是借着这个拜偶像吼，但是空中有得运行诶吼，这邪灵。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和乐，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台语福音广播节目，现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今日节目中间，依然邀请到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罗英福堂道，要来咱节目中间，甲咱做来谈一寡台语、电语的智慧。咱欢迎罗团道。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罗团道今日这个单元内底吼，要来请教这个罗团道有关7月半鸭，毋知死活。这句谚语到底是啥物意思啊？呢？7月半鸭，毋知死活。咱知影，咱中国人拢较注重这个农历啦吼。这个农历7月，咱讲是几啊月呢吼？尤其是这个7月15吼，是中元节，咱上要紧的这个中元普渡日子。这中元普渡主要吼，去拜这个阴间来这个阳间观光游览的这个鬼仔吼。要拜这鬼仔吼，佫毋敢甲称呼鬼仔，佫甲称呼好兄弟啊你。所以你拜好兄弟啊，拜好兄弟啊，就要抬鸡抬鸭咧吼。咱看这个鸭吼，都在水里伫游吼，游甲欢喜不分吼，有水是足欢喜的，游来游去，游来游去。但是7月半的时阵，就是讲中元普渡到啊啦，迄主人吼，一定爱抬鸡抬鸭来拜好兄弟啊咧。哇！你一定中一台，所以7月半毋知死活吼。这句话就是你讲到讲吼，这人有当时吼，毋知影家己分命啥款。甚至讲有个人在上班，上班人讲你表现真无好你要甲免职伊嘛也毋知影。伊还佫拄安尼，人讲偷鸡摸狗吼，出来外面甲人安尼，这算无要认真工作，也毋知影死活哩有诶上班拄在耍的时阵毋知讲有顶时来忽然间来检查来监督来拍考证毋知影死活哩。较顶下些无头路嘛毋知影哩再讲咱即摆即个世代当然讲起咱中华即个情势要安怎变化，咱嘛毋知哩但是咱若发现讲有的少年人根本都无咧关心这国家大事伊嘛安尼拢咧耍醉生梦死有一点敢若这个7月半鸭感觉毋知今日是当时所以7月半鸭毋知死活，就是提醒咱讲咱所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到底会发生什么款的变化人会当为明仔载来考虑、来设想来好好准备来警醒、来等候明仔载咱要做的工作，还是讲咱要面对的这个困难的代志运用咱的智慧，会晓去改变咱目前的这困难甲危机，
这才是聪明人，这是智慧人啊。哦。啊，即句话讲阴鬼入体，即句话是安怎讲啊？阴鬼就是带鬼啊，入体就是入自体，入家己的厝内啦。咱是讲世间人大部分拢要求平安，啊，有诶要求发财，啊，有诶要求讲看阮囝会当考到第一志愿诶，啊，有诶是讲我会当万事如意上好，啊，人拢想要得到真好诶即个物件，啊，但是有诶人，奇怪啊，啊，哪会去摸迄落物质做诶即五相啊，入来处理啦，啊，因将即个因心灵诶相甲送转来厝内都伫服侍，啊，有诶人拜了，奇怪啊，啊，哪会愈拜则愈凄惨，啊，我要求平安则无平安，啊，我求发财则了钱，我要求如意，则不如意，啊，迄阵才知影讲，原来我加拜一个神明，想讲要得较好诶，颠倒则较好啦，这情形愈来愈无好哩吼，啊，所以。引入来都毋是引入来神明啦，是在因所拜去拜着鬼啊，你拜着这鬼啊，家己毋知影，啊，则无平安啊，所以最好听咱世间人诶有诶人安尼想讲啊，这大概这个朋友大概会帮助咱，啊，甲带入来处理颠倒，则害着咱这家庭啊，迄就是引狼入室啊，迄就足毋好诶代志所以世间人无人愿意讲引鬼入体啦。大家拢要求平安啊！咱若发现讲足侪人安尼，感觉家己无平安，厝内人无平安我就去引足侪这五相入来拜，啊，有加拜一个五相愈无平安，搁拜一个搁较无平安，引愈侪入来，则愈无平安，啊，甚至厝内则有人离开世间所以是安尼甲想起来有诶人就是毋知影讲伊所带入来这是好是歹啊，人当然嘛有一种人故意引鬼入体呢。伊主要就是讲伊要得到名声、地位、利益啊，伊就要做讲这个鬼会帮助伊啊。啊，但是嘛无一定会帮助伊啊，这个鬼才害死伊嘛无一定。所以人咧讲他们饲小鬼，这是毋是这种？饲小鬼那我所了解有诶就是借着这个拜五相啊，这个五相本身讲起是一个茶做诶物件，但是空中有得运行诶这邪灵魔鬼人将这个五相、这个物质的物件，甲当作神去拜的时阵这个鬼自然就会附在这个顶面因为鬼本身伊就是爱人甲服侍，爱人甲当作神啊，所以鬼来甲这个五相的所在来运行，互伊拜这个鬼伊就为这个人来做一寡代志，做一寡较奇怪的代志所以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常常住在这个庙埕的遐看人咧卖药啊，你啊，伫卖药的时阵，我注意甲看，有诶人搁咧变技术啊，变啥物技术足奇诶哩啊，就一个乌布甲砍迄一碗水诶伊安尼就黏黏诶用一张纸甲掠做一个纸红甲迄甲烧去，烧等这个乌布甲掀开，哇！是碗内面水才变做酒呢所以有人讲迄就是找见这个小鬼去柑仔店啦，去共偷摕这个酒摕来换这个水这拢实在有这款代志发生所以有当时咱讲这个邪术这看袂到这灵界代志咱无啥了解实在这鬼有当时拢借着这五相进入人的家庭，愈拜愈凄惨，这是足可怜的代志。咱毋知感觉讲咱的厝边头尾感觉讲有真侪人拢拜真侪这个五相神明，财足侪结果厝边隔壁头拢足惊呢。无因为讲因兜财足侪神明五相厝边隔壁感觉平安，伊家己感觉平安无，这毋知啥物原因因为这个空中运行这邪灵伊既然会去附在这个人，甲当作神来拜这查做这五相的顶面所以你拜愈侪神，愈侪鬼进入这个家庭带这个家庭运行所以大家看嘛小可知影讲，哎哟，惊惊惊迄有阴灵迄个阴鬼入体的所以讲有诶人了做讲愈拜愈侪愈好，请愈侪神明愈好，其实有当时拢去这邪灵魔鬼利用，伊嘛毋知影哩这就非常的可惜是阴神颠倒才变做阴鬼啦这是对啦
咱今日真感谢咱乱道吼，伫即个单元中间吼，甲咱讲到7月半鸭，毋知死活，因鬼入体吼，即两个定语加一寡智慧吼，互咱知影做一个分辨安尼吼。今日真感谢大汉道即个节目中间吼，即个单元内底甲咱做来开讲即个问题。愿咱诸位听众朋友吼，咱拢会当有即个智慧的眼光，对即个看袂到即灵界会当去甲了解。才袂去因神才要因鬼都可能对无？都无平安吼。所以咱来入捌天顶的真实。所以咱感谢乱永谈道，谢谢。谢谢。我的心，我要感谢落你，因为你是我世间的主，天顶的爸。主耶稣，我的心，我要感谢落你，因为你爱我，超过爱着你。世间的人，放下天顶的尊严，甘愿到世上，你带行生命的路。你为拯救我灵魂，你牺牲你家己，为着人的罪，甘愿死在十字架。世间的人，放下天顶的尊严，甘愿到世上，因带我行生命的路。你为拯救我灵魂，你牺牲你家己，为着人的罪，甘愿死。